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0年11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17节到19节，弥迦书2章第1节到13节，马太福音24章15到3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避难所。前无偌久，牧师伫咧devotion中间，用这个中华鹿港的爱门来甲大家讲着迄种道城，圣经内底道城的概念。道城对伫遐原本要遭受着威胁、刑罚，也是讲受着灾害的人来讲，是一个避难所。圣经80篇第17节的经文安尼讲：愿你的手扶伫你正边的人，就是你为家己所坚固的人子。伫即个中文译本伊直接翻译做庇护啦伊必来文的圣经是甲台语的翻译较近啦迄个正手的意思，咱伫圣经定来讲，正手是咧讲着迄个宽柄，还是讲开力的所在。诗篇91篇第2节的经文，伊讲：我论到耶和华，伊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伊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这就是迄正手的意思。伫和合本内底避难所出现20几摆这个会当知影讲以色列人真正是需要上帝的保守甲看顾啦这个避难所的概念，除了咱前边讲到这个早期台湾建筑这个爱门以外，伫咱周围边有啥物物件甲避难所有共款的概念呢？当然，咱可能真容易真直接就会去想到南民营啦但是南民营这个物件，这个词，好哪亲像离咱真远基本上会讲是讲伫台湾也好，也是讲伫阮的所在这个所在周边无啥物南民营啦其实伫台湾早期有啦你若有机会去到伫迄个三峡尾往这个白鸡的山路这个路中倒手边呢，上山的倒手边呢，有一个即摆号做这个英民之家的一个社区。其实早期伊是咧收容遐的汉奸，去互中共当作炮灰者的军人。即个社区当初时的用途其实就是南民营南民营。伊一方面就是咱讲南民营人道的收容，另外一方面其实是集中管理，因为当初时国民党毋知影即内底是毋是有间谍无，所以甲即个人拢放做伙。咱用较白的话叫做软禁啦避难所无一定是一个集中的所在。若照圣经所在讲的意思，其实避难所就是讲一个所在会当互人去闪避灾难的所在。像咧诗篇时常形容上帝是咱的关台。啥物叫关台？就是伫旷野有真侪野兽的所在，会当互你囥伫悬悬，也会当避开遮野生动物的攻击，迄个所在就是所以伊无咧讲着一个集中足侪人做伙，毋是安尼啦所以用安尼概念来讲，咱会当应用到现代有真侪物件，其实甲即个有小可共款类似的概念，比如讲隔离病房，或者是讲咱即摆咧讲的居家隔离。咱台湾对12月初1开始，所有包括台湾的国民，也是讲其他的非国民的，想要坐飞机转去伫台湾，拢爱有即个中共武汉肺炎即个 PCR 的即个
negative 的报告，才会当坐飞机。有人就开始批评讲这吼足无便民的啦吼，足无方便啦，有愈使安怎啦吼。但是事实上，你若去想吼，这有伊的必要性吼。这个检查对伫要坐飞机的人来讲是一个必然的做法啦吼。咱倒转来看，为什么安尼做？因为全世界疫情长咧安尼飙悬中间啦吼。台湾11月27号一日的中间有14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咱台湾总共只不过是639例，一天内底有14个是对外面入去的，占2%19%，吼，2.19%啦吼。所以莫怪咱的卫福部伊需要安尼。事先来准备制定这个新的坐飞机的规定，虽然不方便，但是有伊的必要性啦吼。咱搁进一步来讲，台湾的国家卫生的单位将台湾的整个的台湾拢规划做避难所的概念，所以伊伫迄个边境的顶悬的管理真严格，所以境外的防疫会当讲袂通安尼放轻松一啦吼，特别是咱即马一寡伫外面的台湾人，拢足想要倒转去台湾，因为咱当作是避难所，转去遐就真好势安尼。马台福音24章咧描写一个情况，其实甲咱即马现状真共吼。咱来看30节、31节讲，迄时人子的兆头要出现伫天里。伫第二者的族类拢要低头，也要看见人子用宽容甲大阳光坐伫云林教。伊要找伊的天使，用号头响亮的声，因要对四方即边的天边到迄边的天边，组织所竞选的百姓。所以这是咧咱看见遮的情况，讲所有的人拢要低头啊。就是讲真悲惨的一个情况吼。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信使救恩，事实上是将整个的世界当作避难所。伊甲迄个救恩摕落来，毋是甲你当拖草吼。因为基督降生伫咱的世间，将平安留互咱。也是讲，咱搁较正确来讲，基督是咱的避难所，世界毋是。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所讲的，相信的人拢要得永远活，袂得到灭亡；无信的人，就是还袂进入伫迄个避难所。避难所更较细的概念是啥物货？用咱现在来讲，就是带喙篮，介绍柜台有亚克力的这个茶帮、防护衫、酒精、困啊洗手等等遮的。亲像毕加索所记载，咱现代人也面对这无通避免的这个灾难。虽然有一寡国家用造假的方式宣称家己疫情受到真好的控制，但是无论你安怎宣告，事实上染病失去性命的事实是无法度去消除的。真正会当帮助咱脱离这个凶恶的，就是爱进入迄个避难所。咱拄则讲。小的避难所是咧讲着这实际你个人的防疫的措施，伫信仰上就是爱祈祷，爱仰望咱的救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1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到第7节，17到19节。弥迦书第2章1到13节，马太福音24章第15到31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避难所。前不久，牧师曾经以彰化鹿港的这个爱门，跟大家谈到所谓这个逃城的概念。逃城对于某些遭受到迫害、遭受到惩罚。有急难的这些人来说，这是明明白白的是一个避难的处所。
圣经诗篇80篇第17节这样说：求你庇护你所建立的国家，保护你自己所拣选的子民。在台语的汉字，他说：愿你的手按在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兼顾的子民人子希伯来人的圣经，台语的翻译比较接近希伯来人圣经，这个右手跟右边的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右边右手是讲权柄跟能力的一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是上帝在保守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就像新中文现代译本他说求你庇护你所建立的国家。诗篇91篇第2节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和合本的圣经出现这样子避难所的字大概有20几次可见人们是多么的需要上帝的保守与看顾避难所的概念，除了我们上次分享过这种早期台湾建筑的爱门之外，我们这边还有什么东西跟避难所的概念是相同的呢？当然我们很可能的直接就想到说所谓的难民营，没有错，难民营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收容的地方，避难的地方。但是难民营这个概念，这个东西离我们蛮远的，台湾目前也没有，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现在也没有那以前或许有那台湾其实早期也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到三峡一个往白基的山路，那往上山的时候，在左边有一个现在称为荣民之家的荣誉国民之家的一个社区。其实早期不是给退伍军人住的地方，是给韩战的那一些中共送去前线当炮灰的军人。当时候盖的这一批的住宅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是人道收容，我们说庇护避难的地方。其实另外一面还有其他的考量，比如说就是我们所谓的软禁或是说集中监督为什么呢？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当中有没有间谍当时候国民党就很担心，就把他们集中管理这样子其实真正要讲到圣经的概念，避难所未必是一个集中的地方，或者说很多人聚集管理的地方，没有。按照圣经的概念来解释，其实是一处能够让人家得到安全感、庇护人的一个地方。比如说诗篇常常形容说，上帝是我们的高台。高台是什么意思？以牧羊人的野牧民族的概念来说，旷野常常有野兽，他如果能够躲在高的地方，就可以躲避这个野兽的攻击。所以从诗篇，大卫的诗篇，从牧羊人的角度来看，高台就是一个避难所不见得是要一群人关在一起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看的话，现在的避难所其实是有的比如说隔离病房，或是现在的所谓的居家隔离。12月1号起，台湾规定，只要从世界各国要搭飞机的，不管你是不是台湾的国民，你一定要有中共武汉肺炎的 PCR 检查阴性的报告才可以搭机。就有人批评说这个很不便民很不方便的确的那的确也有其必要性，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疫情正在飙升当中。以台湾为例，11月27号一天的当中就有14个境外移入的病例，确诊病例。那台湾总确诊的案例也只不过639一天当中就占了 2.19%， 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难怪
台湾的卫福部需要未雨绸缪，先制定了这种搭机的新规定。台湾的卫生国家也将整个台湾规划成一个避难所的感觉，所以边境的防疫管理是无法松懈的，完全不能松懈的。特别是许多的旅外的台湾国民，现在都把台湾当成避难所，就纷纷的回台湾啊。马太福音24章所描绘的景象，其实很像现在的景况。30节、31节这样说到。那时候人子来临的记号要在天际出现，地上万族万民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充满着能力和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号角的声音要大响，他要差遣天使到天涯海角，从世界的这一头到世界的那一头，召集他所拣选的子民。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说，人子来临的记号是要在天际出现，然后那时候地上的万族万民都要哀哭，都是在这个很困难的一个情况之下。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要赐下救恩，事实上是将整个世界，或者说这个救恩是从天上下来的，所以整个世界都是避难所，因为耶稣基督诞生了。将平安也留给我们了，或是我们可以更精确的说，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世界不是。如同约翰福音第3章的经文所说的，相信的人都要得永生，不至灭亡。不信的人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避难所。避难所的小概念是什么？是戴口罩，结账柜台的亚克力隔板，医护人员穿的或是第一线人员穿的防护衣，我们用的酒精消毒或是勤洗手等等等等，这一些我们所谓的防疫自我防护的一个动作或是物品。如同弥迦书所记载的，我们现代人也面对无可避免的灾难，即便是有些国家以造假的方式宣称自己的防疫做得多好，可是实际上真的染病或是丧失性命的这种事实是无法避免的灾难。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凶恶的，就是要我们自己能够进入这个避难所。就实体上来说，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做好个人的防护，在这个目前的情况。在信仰上面呢，我们必须要勤祷告，仰赖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不是吗？